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我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明仔载，就是24节气的冬至，算是寒天第4个节气。今年冬至是咧旧历21。古早讲冬至2月头要寒第年头，冬至2月尾要寒正2月，若冬至2月中无寒嘛无霜。这是古早照统计资料，为冬至天气变化来判断苏当时的上届寒人。另外嘛讲到冬至乌过年疏，这个意思是讲冬至若是乌阴天，安尼过年就会好天会出日。详细情形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主播陈英伟。讲新闻，老台语，过来我大细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英伟。这礼拜六就是这个冬至，毋过你敢知影冬至爱食什么款的物件？另外冬至爱食饱，这个时阵毋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无。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图咱来看卖，讲到这个冬至哦，冬至就是这礼拜六12月21，就是日时上短、暗时上长的一天。讲到这个冬至哦，这个阴气甲阳气开始来交换，这个时阵呢，若是伫这天来调养身体，对身体健康是比较有帮助的。继续来看卖，讲到这冬至爱食这圆仔，啊，毋过食这圆仔的这汤爱配什么款的物件会当帮助消化咧？因为真侪人食真侪圆仔了后，腹肚拢会胀消化无好，这个时阵会当伫汤内底加这灵眼干会当来补血，另外加这红枣会当来补气，另外买当加这陈皮，啊个这紫姜会当来调养这胃，买当帮助消化。另外呢，真侪人配这个圆仔的汤，都会选择用这红豆汤、土豆汤。啊，毋过真侪人嫌讲这汤伤过甜啊，营养师大建议讲会当用这牛奶、用这豆奶来代替，会当减少食这尔侪糖。另外讲到这冬至爱来食饱，食饱的时阵，毋是每一个人拢适合无。亲像呢，平常时体力都无好，太忝，另外骹手冷叽叽，这个人都适合来进补。另外呢，若是平常时半暝定定起床来放尿，另外过敏、鼻爱流鼻水，这个人这食饱的时阵，都拄啊好就好。另外上尾一个来看卖，若是平常时火气都真大，困都困无好，高血压的人，这个人都无适合来食饱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讲到这个冬至，到底爱食什么款的物件咧？冬至的时阵会当食这圆仔，亲像选择这红色这圆仔，就代表喜气，会当招桃花、招人缘。另外，若是选择白色这圆仔，就代表平常时真单纯，会当旺这事业、旺这财运。另外呢，这个冬至的时阵，买当食这水饺，为什么呢？水饺的形就亲像是元宝共款，会当招来财气。另外来看买当食这扁食，为什么呢？扁食花叶音叫做馄饨，就代表食这扁食当甲这馄饨拢总食掉，会当增加智慧，增加好运。另外买当食什么呢？会当食这甜粿，因为呢甜粿代表甜甜蜜蜜，事业买当顺顺利利。好，拄则讲到爱食这圆仔嘛伫大伫这糖仔门顶管嘛是真适合的。为什么呢？会当感谢这门神一年的保庇，一年的照顾。另外讲到冬至哦，即天是阳气上少的时阵，所以半暝莫伫外口啰啰嗦，另外嘛莫遮尔困。上尾一个来看卖，讲到2024年冬至即天，这西平是冲煞，所以若是爱拜拜举办这活动，会当选择这东北边，也是正北边的所在，对这运气是比较无好，比较好的。好，无论如何，冬至特别到啊，这天气变了冷叽叽，而且提醒大家爱注意身体健康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